现场的所有人知道一个女团该有的舞蹈水平。舞蹈担当来了，跳得超好的。希望所有选手记得，心态够强，不断磨练自己，成为一个耀眼的一个钻石。自己也是比赛出来的，然后我自己又曾经在女团，我也很希望这些女孩可以一直保持着她们对表演的热爱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当助教，那我会用我的方式去鞭策她们，让她们发挥最好的实力。就感动了，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女孩子提起了最大的勇气来到了这个舞台。感觉回到了当初还没有出道之前那种氛围哦，非常期待弟弟52最终的称号。哇塞，大反差哎！我要让现场的所有人知道一个女团该有的舞蹈水平。舞蹈担当来了，跳得超好的。无尽夜色，每一颗一闪闪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最亮那颗看见了我，记下一瞬间。Now you can't stop me, can't stop me。不同的面，你是我各种美，美不完美，并不会有极限，就注视着我，是这样的夜。Now you can't stop me。悲伤，先别想，自信都用眼泪来淬炼，再黑的暗也不停，走不走？